中国向土耳其派遣了情报警察。据称，中国当局派遣情报机构前往土耳其，目的是维吾尔人。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3名维吾尔女士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维吾尔餐厅遭到了3名男人的威胁和审问。他们在12月10日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一场因世界人权而举行的繁华游行活动以后，受到上述情况。他们认为这3个人可能是中国的间谍，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像普通人。在他们意识到周围的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3个人立刻就消失了。中国警方正式逮捕摄影师卢广。中国警方证实，他们逮捕了访问东突厥斯坦期间失踪的摄影师卢广。居住在美国纽约的卢广的妻子徐小丽对美联社说，喀什的警方通知其在国内的亲属说，卢广已经被捕，不过家属尚未收到任何书面通知，警方也没有说明具体的罪名。在马来西亚介绍维吾尔问题，维吾尔媒体主任阿卜杜瓦日色和田前往马来西亚参加了一系列活动，并访问重要人物交换意见，其中包括著名的伊斯兰学者、和平电台创建者乃伊克。和乃伊克会晤时，他介绍了东突厥斯坦的最新局势和中国的集中营政策。向中国宣战，特朗普政府正在为中国的战争宣言做准备。据报道，在这方面，各部委和国家机构做了最后的接触。第一步将来自美国司法部。据说，华盛顿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的情报和安全部门——国家安全部。中国已拘捕第2名加拿大公民。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继康明凯之后，加拿大政府正在担心另一名受到中国当局询问的公民。中国外交部证实，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夫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而被捕。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卢康表示，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和辽宁省国家安全厅也分别向加拿大驻华使馆通报了上述情况。太空旅行又进一步，太空旅游初创公司维珍银河进行了太空船2号的飞行测试，冲到82.7公里的高度，跨入了太空的门栏。据报道，在试飞的一开始，一架特殊的喷气式飞机搭载飞船飞到13公里的高度，然后释放飞船，飞船将火箭引擎点燃，之后飞行到了82公里的海拔高度，几分钟后降落在跑道上。维珍银河公司希望可以搭载乘客进入太空。本次顺利试飞，预示着维珍银河将成为全世界第1家使用的太空旅游公司。